人革命和大屠杀32周年之际，巴人烈士纪念仪式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该活动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基金会主办。维吾尔民间组织代表、活动家、学者和土耳其各政党伊斯坦布尔分局负责人出席了在斋月第二天举行的活动。32年前，1990年斋月，中国军警在喀什附近的阿克图县巴林村进行了一场屠杀。据悉，3月29日，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与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召开所谓新疆好地方视频会议。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阿比德扎西里在会上发言，为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政策辩护。据报道，所谓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图尼亚兹、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倪健等在视频会议上致辞。1周前，上海因疫情严重，开始实施分阶段封控措施后，情况并未出现缓解。军队和来自其他城市的医务人员已经进入上海协助防疫。上海疫情对中国政府一向坚持的清零政策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欧盟统计局周五发布数据显示，因来自中国的进口大幅增加，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增加逾1/3。据报道，与2020年相比，去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逾1/5，达到4720亿元，使欧盟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至2490亿元。土耳其外交部发表书面声明称，土美战略机制2022年4月4日在安卡拉启动。声明表示，根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10月在意大利罗马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土美战略机制于2022年4月4日在安卡拉启动。当天，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长厄纳尔与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兰共同主持了两国代表团之间的会谈。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新闻局消息，哈萨克斯坦总统多卡耶夫4日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电话会谈中，两国元首互相敬以神圣斋月的祝贺。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哈萨克斯坦总统高度评价了埃尔多安为和平调解乌克兰局势的努力。埃尔多安表示，哈萨克斯坦总统计划今年5月对安卡拉的国事访问，将对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美国总统拜登4月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不查暴行表示，俄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犯下的是战争罪行，普京本人是一个战争罪犯，他应被追究责任。拜登说，我正在寻求更多的制裁。